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陳廷輝、議員陳怡貞、陳秋平、陳碧玉、蔡秋蘭、吳通良、周麗金、李偉智、郭清華以及服務團隊執行長創全等人的陪同下，將陳廷輝每年創意小花燈介紹給市民朋友。小花燈的創作意象，融入了拿花、酸雅、珍珠奶茶、沙巴魚等具有台南代表性的圖案加入，展現台南產業競爭力，甲城市驕傲象徵。我們台南整個農業、漁業，可以說我們希望把它的意象做結合。我們這一支花燈不再是只有花燈，而是台南可以走的名片。會當給大家看到咱台南的特色，我們有蝴蝶蘭，我們有虱目魚，有芒果，我們有珍珠奶茶。然後我們也代表了我們永遠屹立不搖在台南的每個角落，甚至是我們要拿得台南第一，我們要拿得台灣第一，走遍全世界。陳廷輝講，今年選擇以搖搖馬作為主題，除了每年象徵，更帶有一站對着城市的情感寓意。去年台南歷經南西大地震等天災挑戰，城市一處處面對考驗，但市民互相扶持，團結做伙，行過難關，讓乘客感受到台南的韌性和溫度。南西大地震還有丹納斯颱風，可以說對台南是重震，那非常重大的一個創擊的當中，但是我們台南人非常的團結，我們大家齊心協力，然後共同度過難關。所以搖搖馬就是代表在去年當中，我們台南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搖搖的狀態，但是我們穩住了。陳廷輝表示，每年的創意花燈攏是團隊為零開始構思，希望在節慶氛圍中傳達城市的信心和溫度。今年特別以台南第一為精神主軸，象徵台南在農業、科技、文化和城市發展上持續前進。也希望市民朋友在野花燈走出的時陣，嘛會當感受到這座城市的活力和希望。另外，每年創意小花燈數量有限，若想要索取，會當到畫面上這議員服務處來詢問。但是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